国台语这样报 OK 啦，妈都 OK。
啊，会翘起来。对，还有跟高他先生说，这那你在有办法看到谁在看吗？没有办法，但只能看到几个人在看。现在大概都15、16个，不错啊。而且都从头到尾。那别的教会没在吗？这一阵子牧师不敢出会。那个你们有他呀？有他，然后也很少。会讲就是这一段期间，大家会教我就是手抄圣经嘛，然后有些教会他们会有比较会用电脑，有线上 meeting 用不完，不过那个 meeting 那个真的很好用，而且又稳定又漂亮。我现在也开始啊，那对啊。桃园市政府就要用另外一个教程，因为他说他们有买流量。哦，他们有买流量，那个一定很漂亮。我不晓得，我们就这个，这个是那个，对，这4颗的也很漂亮，那个这太好了。没有，就桃园市政府花了钱嘛，那他就不得。也是 meeting 用的。对啊，这个就 Google Meet 啊。我们现在开始要用这个，有点来开标啊，就是你开标用什么嘛？我说你知道我旁边也没有坐谁，因为镜头只对着我嘛。旁边如果有别人，这个就泄密啊。对啊，那蛮辛苦的。大家平安。你想即摆来看视讯的人还阁少，当然一开始即摆疫情期间，牧师有法度去探访，总是嘛拄好即个中间，咱教会有几人的兄姐啦有男有女，即个中间拄好撞着几人因药食完，嘛撞着咱有兄姐需要开刀，嘛有撞着兄姐需要去就医，当然接续落来，因为咱教会有较侪兄姐是较高龄，会去排着要注疫苗，所以今仔日拄好借着即个时间，咱一开始先来为着咱兄姐祈祷，咱即时若有一线顶的兄姐，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保守甲带领，伫即个日，阮自即一镜头的面前，阮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因为阮的主，你甲阮讲，阮若2、3人奉你的名来自即，你就甲阮同在。也愿意甲咱同在的神，也愿圣神赐落你的救恩甲医治，就阮中正教会的兄姐身上。因为阮有兄姐，逐人无愿意提名，所以即只阮也只有求圣神，才阮逐人会欠缺。有人需要开刀，有人肢体欠安，有人过度的劳动年后煞得着筋络痛痛的问题，嘛有一寡兄姐，因的药食完，需要去病院。心内底艰苦，嘛有兄姐排着要注疫苗，嘛求主保守带领，因为有真侪代志是阮做人无法度处理的，特别即摆阮台湾即个宝岛，去撞着武汉肺炎，即摆英国变种，
是阮的宝岛，是阮住的所在的一只旅游团。阮也求主看顾带领，保守阮逐人通出去平安。啊，迄组疫苗转来，可能阮会发烧，可能阮会艰苦，也求主医治，保守带领，通好紧紧脱过这无舒适的痛痛。啊，嘛愿主保守，通过医生，通过药物的治疗，互阮兄姐，逐人心内底虽然现主时一时半刻痛痛无法度解决，总是阮知影，有主甲阮斗相共，开发阮的心，阮会当一艰苦中，共款有喜乐、健康的心情，同好来倚靠主。啊，嘛愿主保守带领，兄姐也歹势甲阮讲的，嘛求主医治因的心灵，时时甲因同在，开阔因的心，互因一处，也是不管外出，互拢通平平得到你的平安。祝阮一只安尼献上阮心烦恼，也结束，也求主继续甲阮同在，圣化阮今仔日的礼拜，一线顶一逐人的厝内，安尼三角组织，三角好好处理。阮一只安尼祈祷献上，也一切拢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平安，即马时间到，咱要开始做礼拜，走啊！唱圣诗舞蹈上帝，唱圣诗第21A 首，上帝真正是我的上帝。圣诗21A 首。小小两位为你归。
批，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灵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咱坐伫全能的上帝外面，伊要对咱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信道的上通，做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即摆三甲后头来祈祷。请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的慈爱盘过天，你的信实直到万世代。今日咱台湾拄着这武汉肺炎的攻击，你也保守阮。互阮心内拢平安，因为你甲阮做伙。阮每一日拢挂靠你，充满欢喜甲愿望，求你紧紧发离阮，叫阮发离即个肺炎的攻击。今日也是你所赏赐阮的安休信日，互阮嘛会使担遮做线顶的礼拜。求你，互做礼拜兄弟姊妹拢得着平安，无甲咱做伙，嘛求你的信心来看顾伊。主啊，求你赦免阮拢总的罪，也求你保守阮下届时间，拢有听到你的信心的话。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咱即摆来读圣经记载伫撒母耳记的24章23节到25节。喺台语汉语本的附约第359页。和合本附约413页，跟着我来读。撒母耳记24章23节到25节。王啊，阿罗那摕这一切送互王。阿罗那搁甲王讲，愿耶和华你的上帝接纳你。王甲阿罗那讲，毋通啊！我要照计数甲你买，我毋肯用白白得到的米做烧祭献互耶和华我的上帝。大笔就用50舍克勒的银买迄个五谷场甲鱼。大笔伫遐甲耶和华起一个做殿盘，献烧祭甲烧祭，安尼耶和华听伊为地方所求的，存个伫以色列就煞。今日读到遮，下骹阮是要选择要请牧师来替咱讲道迄个题目是互相好好的平安。每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咱要来看的经文段是记载伫撒母耳记下卷24章16节，要来看到25节。总是即段经文段真长，所以咱请咱师会将即书干来读后壁遮几节，剩的牧师来甲大家讲解。今仔日咱要看的即段经文段后壁遮，你甲咱讲。大笔迄个阿罗那即个人，伊的五谷场，一只，这为虾米伊爱买人的地，来起一座坛来献互上帝？这爱按头讲起，因为即个时阵的大笔，伊犯一个错，伊犯一个罪，真正会当讲罪啦吼。即个罪就是一开始，咱若看24章圣经一开始，伊遮有甲咱讲。大笔点算百姓，即个时阵，大笔伊是受到上帝的呼召，伊去点算百姓。结果一开始呢，大笔伊无去算，无去算以后，接续落来，撒旦嘛出来，嘛叫大笔去算百姓。
啊，就安尼上帝叫伊去做，啊，撒旦叫伊就安尼紧去做。去做诶时阵，当然就互上帝生气。当时上帝就叫先知加特，甲上帝甲先知讲，你着起来，啊去大地遐，甲伊讲我耶和华上帝要有3项灾厄，啊，互你大地吼凊彩敬一下，我通好甲你处罚。啊，就安尼先知就较紧，来到大地遐，大地先知就甲大地王讲，上帝要甲你处罚，有3种方式，互你家己敬。第一个方式就是互你的地要充满饥荒7年吼，意思就是以色列要7年要发生饥荒，大家食袂饱，无法度收成。这第一个处罚。第二个处罚就是讲爱你的对敌，留恋你3个月日。意思就是你讲上帝要激发伊的对敌，大地王的对敌，来追杀大地3个月。最后一个处罚就是讲，也是爱瘟疫啦就是传染病，一你的地3日久。就是讲像咱即马安尼，即马这新冠肺炎的病毒，是咱台湾安尼流传。这是第3个处罚。最后先知甲大地王讲，你着斟酌想看觅咧，我通好用啥物话甲上帝回复。这个时阵这大地的个性就走出来，这嘛人的个性啦人大地伊选择讲，互以色列国内的百姓互相相会啦互这个瘟疫安尼传染3日。就当时伊安尼讲话以后，迄天安尼迄时以色列百姓就死7万人。接续落来，就斗入来今仔日咱要讲的经文段，就按16节才开始来讲起，遮就开始显现上帝的慈悲。一开始有讲好嘛就是要瘟疫传染以色列人3日。但是咱若按24章16节遮来看的时阵，咱会当发现，当时天使伫耶路撒冷要灭伊的时，耶和华上帝就退火，降落即个灾厄，互灭百姓，就甲灭百姓的天使讲，到野啦，救你的手。即个时阵，耶和华的使者是亚布斯人阿罗拿伫五穀场，五穀场就是较早咱，因为咱台湾人田拢较细啦所以咱拢是咱家己的田。若切收的时阵，咱就是家己的田拍啦也是用风鼓车你拍咱的切五穀场大概就是你做遮的代志。嘛真正借着今仔日的经文段，一只咧甲咱讲，上帝袂用判病，也是讲用瘟疫的方式来咧甲咱处罚。咱即段经文一只咧甲咱讲，当时上帝互大地选3个处罚，即3个你若甲想起来啦这大地的人的想也无好。第一个处罚是讲，要互以色列饥荒7年，这是有关百姓。但是咱毋通袂记钦点百姓的毋对，是大地一个人毋对，毋是百姓毋对嘛第二个处罚是讲，上帝要激起大地的对敌，甲伊追杀3个月。这甲百姓无关系，这甲大地有关系，因为遐有追杀3个月。第3个处罚就是瘟疫，就是传染病过3日。大地伊就选择上尾即个传染病过3日。但是当时上帝安尼甲大地约束好以后，一个降灾的时阵，上帝就较紧，伊就摇火嘛就甲迄个出来为上帝做工的天使讲到野啦，因为死7万人啦，来救手转来。所以按即十来你看，上帝有真济伊的好佮高尚的品行，拢是真内底。伊真正是一个神，而且即个神甲世间的神拢无同款。你敢捌看过神的后悔？你敢捌看过神的疼？耶和华上帝一只，伊拢一个就表现出来。咱若用上帝的规矩啦就是这个大自然万物的自然律，上帝律啦自然律来看，这个世界宇宙万物，包括咱人，
拢是上帝所创造。所以咱伫即个宇宙内底，咱一只果子植物，按时结果子，人动物仔一只生养济济，安尼咱甲即个世界和谐，达成人万物甲神一个和好的境界。所以一只大家互相和好，大家互相平安。若安尼，咱会当进一步来去看，咱人一只会当学习着啥？咱人会当学习着足济，因为咱人每一个人类拢共款，你一定有一个身躯，你嘛一定有一个灵体，就是比如你讲的灵魂。有一个身躯，有一个灵魂。当人伫即个世间追求万事拢平安，财富也充足的时阵，结果你的肉体若甲你的灵魂，若你无和好、无平安的时阵，你会安怎？迄足趣味哦，人会感觉袂平安。人心肝头会感觉无定着。即个时阵你的灵体甲你的肉体煞无法度互相和好、互相平安。安尼煞变奇怪。咱若搁较较细来讲就借着今仔日咱即礼拜安尼过来兄弟所强调的问题，有当时咱人类就是安尼，咱逐工爱食入去的物件真济，因为咱要维持咱的性命，所以咱会食鱼、食肉、食菜、食饭嘛外国人因就是当然会食面粉。即内底若是天然的，拢真好。总是有一句食品界的话安尼讲啦上帝发明食米，撒旦发明啥？撒旦发明空料。所以呢，牛排若安尼一块牛肉，若安尼用火煎较好，若无撒胡椒粉，你会感觉好食袂？你已经感觉这无啥好食。中间趣味的所在就是食。发明胡椒粉以后，送袂好食，人愈食愈济，就像无输安尼，肥肉愈食愈济。接续落来，即马科技先进就发明一堆化学的添加物。人入去以后，愈食愈济，化学的物件嘛累积伫咱体内愈藏愈济。接续来，咱的医学进步，就发明一寡送厝类似遮的产品，也是讲维护理。遮个产品内底敢无化学嘛有就讲咱老大人上惊食地址疼的、消炎的，即内底化学嘛真济，但是无食阁袂使。即个时阵真老，食入去会累积掉的，无食入去是后要疼死。当然年久月深，就甲人的肉体难免会发生一寡毛病。若总讲是少年人，咱逐工爱上下班嘛有当时爱操劳，咱有当时过度使用某一个机体，或者有人用手较济，伊手难免会酸痛。即马真侪少年人、7少年、8少年，伊就绑肌腱就是即个食指遮无法度伸直，拗转来佫会疼。这拢是人过度操劳，渐渐累积年久月深来，当然会看病。一个看病，人就去思考，奇怪我的人生逐工拢足平安，哪会相向上帝互我安尼，也无甲我照顾好势，一个病痛就走出来。若无嘛互我慢慢疼、稳稳疼，安尼我通好有时间找医生解决。当然，这拢是一个责任的提醒咱毋通将家己的看病的责任安尼撒互上帝，因为咱家己头壳都无甲身体顾好，安尼咱要怎会好好？所以一只真侪真趣味的代志，嘛真侪人的想法走出来。总是借着今仔日的新闻单，上帝会后悔当年伊讲要降灾、要降瘟疫3日，但是一开始上帝退火，所以较担死7万人。一只上帝嘛真闹气，因为伊是代表的认证，伊是神，伊是代表的王。结果神煞后悔，所以一只嘛会当看，有当时咱是即个上帝退火的过程内底，咱人类毋只有一条活路。即条借着上帝的退火内底所包含的怜悯甲救恩，咱是真内底找到真侪救恩，嘛找到上帝的怜悯。有可能原本咱是搁较严重，
佮加在咱甲上帝祈祷，互咱指条的，还佫有时间通好来解决。可能真侪兄姐会私底下甲牧师爱，牧师嘛是干那会当安尼祈祷，求圣神开拓恁的心。虽然咱一个配烫行的中间，但也通入去有喜乐的心来度过咱的每一日。啊，若无，咱的日子免怎继续落去。当然，即摆讲的就是上帝甲别人。啊，接续落来，咱基督徒一定爱讲着家己，因为你要安怎修正家己，咱袂当啥物责任落送上帝。有当时，咱嘛会当先按修正开始，因为咱若讲一个基本的吼，咱上班一定会无闲嘛吼。啊，咱若无闲的时阵吼，啊，若要食菜鸟啊，是讲新来员工来才甲咱乱，咱会安怎？若性格较好的讲，啊无你问别人啦吼。啊，若性格较歹的，啊闪咧。啊，这是有当时上班的问题。啊，若看病的人，若是佫老人，吼，这囝儿就较可怜，因为有当时咱会歹家己的细囝。啊，即个中间内底，即边仔的人就真可怜。啊，家己无形中间啊吼，咱就变做哪来哪固执，啊脾气就哪来哪歹。这时阵可能咱嘛爱学习一下耶和华上帝，啥物叫做退悔，就是后悔啦吼。对家己无好的行为，咱家己嘛爱，想后悔一下，也是讲失礼一下，也是抱歉一下，家己爱少想一下，替别人想一下。可能遮边仔互人打来你学的人，人因嘛想要较紧学下，日后是咱的工作，也是咱的事业内底，诚做咱好的卡数嘛吼，咱好的帮站，好的同工。啊，若照顾咱的亲人，你嘛爱想一下，可能咱嘛爱上下班的，啊，咱不只爱顾哩，咱嘛爱顾孙，嘛爱顾囝，所以逐人拢有家己无拄好的时阵，即个时阵，毋是干那想着家己。可能咱嘛爱替咱的细囝、咱的亲人祈祷，或者为咱走全心路的人，逐工出入通得平安，啊嘛求主是平安的恩典，一咱的亲人心上，做形成互相鼓励、互相祝福、平安，安尼家庭甚至是家族，甚至是教会，毋则会互相和好、互相平安。啊，当然嘛，即个时，即个新闻单嘛，愿主。医治咱教会着体欠咱的兄弟，啊嘛愿主医治得着武汉肺炎的台湾人，会咱早一日恢复健康，啊嘛愿主保护保守遮医疗人员、医生、护理人员，免对因受着感染的机会。啊，最后嘛愿主扫除一台湾遮武汉肺炎的病毒，并接续落来，上帝真正叫天煞毋通搁再运行。接续落来，撒母耳记下卷24章17节，遮咧讲，上帝即个大卫看见拍百姓的天煞，伊家己就甲耶和华上帝祈祷讲：看啊，上帝啊，犯罪的是我，悖逆的也是我，总是遮的归群的羊，因有做啥物？愿你的手攻击我，甲我弟家。这个大卫的个性。18节则讲，迄日上帝就叫先知加特来见大卫，甲伊讲：你去哩，伫亚布斯人阿罗拿的五谷场，甲耶和华起一座坛。大卫照加特的话去哩，照耶和华的命令。到遮咱即段咱会当真清楚听出来。大卫即个时阵又学乖啊吼，让伊先认罪，伊的不是。讲吼啊，这个我的唔对，啊害百姓，安尼实在是嘛毋好。啊，接续伊承认罪以后，伊就通过先知的确认，上帝的应允伊会当是阿罗拿即个人，伊是一个人的名，叫做阿罗拿。伊的五谷场啊，通好遵照上帝的旨意来起一座祭坛，准备献祭。到遮，咱会当看见互相和好内底。有一个顺服的重要性，人会照上帝的旨意来行，人毋通照家己的旨意来行。啊，接续落来20节到24节，就是一段无相偏，佫有智慧的记载。20节才开始咧讲，即个地主阿罗拿在看，
伊看见王甲伊的人臣对面来，阿罗那就较紧出去，拍一茶面拜王。阿罗那讲：我的主，我的王，来奴仆遮啥事？大吉甲伊讲：我要来买你的五谷场，甲耶和华起一座坛，互百姓中间的瘟疫煞。即时阿罗那甲大吉讲：我的主，我的王，照你所看好的，摕来献伊。看，遮有牛通做烧祭，有拍五谷的器具，甲套牛的牛车，通做茶。王啊，阿罗那用遮一切送互王。接续阿罗那甲大吉王讲：愿耶和华你的上帝接纳你。咱听到遮，其实咱会当真明显听出一个不来的关键。咱若按上印象的，最后阿罗那甲大吉祝福。讲王啊，愿耶和华你的上帝接纳你。啊，搁一开始圣经有讲，亚布斯人阿罗那，这种你甲阮讲，阿罗那即个地主，伊无信上帝，伊是外邦人，伊毋是以色列12支派因家己的人。即个外邦人，阁是一个平常的人，伊肯定毋知影，即届发生自因兜，也是讲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瘟疫是大吉伊一个人的误导来引起的，所以伊拢毋知影情形之下，但是伊看见大吉甲伊的遮的将军大臣啊吼，来到伊的因兜，啊大吉甲伊讲，你的地吼，上帝讲会当起一座祭坛，啊安尼献祭互上帝，上帝就要煞去百姓中间互相相会的瘟疫。这时阵，这外邦人伊真欢喜呢。伊吼地也献互大吉，牛也献互大吉，啊甚至吼，这有真要紧哦，这是五谷场吼，你要载七啊有诶无诶，爱牛去载嘛，无可能用马较高级，用牛去拖，啊遮诶加车就是迄个咧牵诶牛项棍仔迄个牛担啦吼，也是讲咧放七啊诶加车，载七啊诶加车。这是伊讨趁的工具，拢查做，但是即个外邦人，伊全部拢奉献出来，用伊讨趁的工具烧伊的牛，啊，通好做献祭，献互耶和华上帝。最后，即个外邦人吼，伊无信上帝，但是伊嘛奉上帝的名来祝福大吉王，讲愿耶和华你的上帝接纳你。即安尼整体来去看，即个亚布斯人阿罗那，确实，伊是一个甲咱共款，拢是一个平常单纯的人。但是伊听见国家，也是听见讲，上帝安尼有应允的时阵，伊献出伊的一切。这是一个甘心乐意的人献上伊的一切，最后伊成就真济大事。啊，若讲到甘心乐意。其实咱圣经内底有真济甘心乐意的基督徒，特别咱若来讲女性，咱拢一定知影，新约圣经初代教会内底有一个女性，伊甘心乐意为主奉献，啊嘛互保罗伊传福音的时间自菲律宾地区无转去。啊，即个我咧想讲到遮，大家拢一定会想到欧洲第一个信耶稣的女性，就是吕底亚因即家。当年即个吕底亚，伊第一摆接触福音的时阵，伊是来到一个河边。啊，迄个时阵保罗甲一群基督徒，啊，佮吕底亚因伫遐咧祈祷。啊，迄个时阵菲律宾地区无教会，啊嘛无报道所，啥物货拢无。啊，伫遐主开始伫遐运行，开发吕底亚的心，互伊留心，互伊注意听保罗所讲的福音。啊，听完以后，伊决定因兜规家拢要洗礼，保罗就去因兜甲伊洗礼。洗礼完以后，当然保罗去甲因分享耶稣的代志，甲因讲福音的话。接续落来，即家因就硬甲保罗留落来。啊，除了甲保罗留落来以外，因也提供经费，
提供三顿，提供家己的厝开放，做教会会当聚会，所以保罗就是遐安尼开始伫菲律宾地区开始伫遐咧传福音，愈底因兜嘛成做菲律宾地区第一间教会。咱遮来去看奉献甘心乐意的奉献，真正成就真侪大事。嘛毋通听这，咱奉献钱无问题，但是咱嘛当奉献家己，伫上帝的面前，甲神和好，一人的面前也甲人和好，安尼最后，你就成做教会的祝福，甚至你嘛成做台湾的祝福。伫即段对话内底，大笔伊甲地主阿罗那的对话内底，咱头前是徛一地主伊的角度，徛一上帝的角度。其实你若徛一大笔的角度，即段对话其实是真刺激的所在。你若大笔一只处理了无好势，念免逐个得罪上帝。安怎讲诶？咱按即句社会话开始来想啦较早咱社会话叫做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即摆诶人拢讲免钱诶上贵免费的最贵。真正确实有影。大笔若即个时阵伊若无甲信仰，无甲上帝掠掉诶，伊若即个时阵靠掉伊迄种做国王诶大头病，其实自头到尾会演变到呢，就是大笔诶大头病啊。伊毋对就处罚伊家己就好，因为做国王嘛，所以伊嘛会当互百姓受上帝诶处罚。即个时阵大笔即个大头病，伊若搁带掉诶，因为国王一定是安尼想诶。是你百姓爱来服务国王，还是国王爱服务你百姓？这民主时代当然是变过来啦国家服务百姓啦若较早皇帝时代是咱爱去服侍皇帝呢。若即个时阵大笔即个想法来搁甲移除掉诶。因为两个阿罗那即家人因甘心乐意要奉献出来。伊若想讲嘿，我着国王呢，你着要奉献，着拄啊好，我拢甲你收起来啦接续落来，恁兜诶牛、恁兜诶家车拢要互我使用，拄啊好，着安尼紧洋洋诶奉献互上帝，平安无代志。你想，今仔日你若是上帝，看见大笔安尼已经得罪你，搁来到遮，搁安尼你娱乐百姓我毋知人换你做上帝，你会安怎想？当然，一只第一个可能会造成真侪人甲神无和好诶所在。你若大笔即个大头病无解决，阿罗那即家着啥物货拢奉献出来啦。接续落来，因免过日子，因含迄可趁诶工具拢互你烧去啦，因免搁活落去，所造成人甲神无和好，安尼嘛引起上帝诶愤怒。搁加上大笔一开始伊着称百姓称算是上帝诶旨意，上帝讲诶时候你去做，撒旦讲诶时阵你较偏偏要去做，这分明就是饲鸟鼠夹布袋嘛。咱会当想一下今仔日若你做爸母，恁后生你叫伊做代志拢毋去做，即摆外口人叫恁后生讲恁兜遐好遐，恁着转去算一下恁兜诶财产，咱才来图无恁兜诶财产，安尼你会生气咧？当年大笔诶行为就是安尼，搁加上伊家己无要承担伊诶毋对，所以呢，大笔伊甲上帝无和好，去牵拖着百姓。嘛因为安尼，即时诶大笔真正有较成功是接续落来24节诶经文段才开始，大笔有坚持咱来看撒母耳记下卷24章24节，遮咧讲，王甲阿罗那讲，毋通我要照价钱甲你买，我毋肯用白白得到的物做烧献祭，耶和华我的上帝。接续大利王就用50克西勒的银买起地满国场甲牛。50节讲，大笔伫遐甲耶和华上帝起一座坛献烧祭甲谢恩祭。接续安尼，上帝听因为地方所求的瘟疫，就一时日煞去。上帝迄个时阵看见大笔伊安尼的作为，
互人安尼伫迄个中间，啊，你若即个虽然人外邦人，无因为伊安尼白白得到，无甲人买，失去对耶和华上帝的信仰，伊颠倒有开钱甲人买，安尼心内底即个外邦人会感觉啊，即个神的教育真好，该去买，人佫知影爱甲人买，无白白甲人抢，甲人摕去。啊，最后上帝就看着遮的好，当然伊就煞起是迄个时阵，伊是咧中间的瘟疫。嘛，愿主看无倒领，今仔即段经文，嘛愿主煞起咱台湾即摆现主时的瘟疫，相信咱有一段平安的时刻。啊，到遮咱嘛当看出一个平常的人，甲咱共款，咱拢平原的人嘛吼，咱也无加人一支手。而且即个阿罗那，伊阁是一个外邦人，伊通过伊家己甘心乐意的奉献，成就一个国王，成就一个国家，而且伊嘛是了救济人，互上帝安尼一人一国王的面前，甚至是外邦人的面前，成就一件水的水事。即内底除了有上帝的成就以外，嘛外邦人。一个平原的人，伊高尚的美德甲好的品行，即个种好的品行、水的代志，后壁有真侪真刺激的处理方式。圣经内底真侪所在拢有记载。今仔日当然，咱嘛会当讲咱的主耶稣基督，我无要讲咱的主为咱定时历史即段，咱会当来思考一下。思考耶稣的最后一段，是安怎？迄是圣经内底真刺激，啊嘛真值得咱思考的所在。咱拢知影，耶稣甲门徒的最后的暗顿，伊是迄内底，咱的主甲门徒讲吼，有人会出卖我。啊，接下来彼得讲，啊，毋是我啦吼。结果咱的主甲彼得讲，你是透早假期以前，你会3摆毋认主。哇！这真正带到去。啊，这嘛值得真侪人基督徒思考的所在。为虾米咱的主爱提早讲出遮个代志？讲人要出卖伊，伊的门徒毋插伊，毋认伊。我咧想，咱的主伊竟毋知影，伊早晚一定爱献出伊的性命，用其人替侪人死的行为，互人换得。甲上帝耶和华上帝好好，通进入上帝国，也通得到公平的审判。我咧想，咱的主一定知影，伊嘛知影，伊一定会行伫即条路顶头。总是伊嘛一定知影，伊伫遐咧受苦的时阵，才会发生，才会面对会发生遮个代志。即个中间背后有真侪值得咱思考的所在。像咱的主爱先点破，爱先讲，因为目睭前伊需要解决的，就是无守信仰的人，拢是家己的人嘛。甲出的是犹大，毋认主的，就是毋认信仰的，啊，佫是彼得，啊，拢家己的门徒呢，啊，这个时阵要哪处理？当然，咱的主伊选择上好的处理方式，伊就先讲出来。先讲出来以后，咱的主毋是要家己起笑。嘛，毋是讲啊，恁着安怎爱改变？咱的主拢无，咱主拢无安尼。咱的主伊颠倒，犹大甲出卖的时阵，伊甲讲啥？伊讲朋友啊，你着做你应该做。啊，咱的主感觉一时过定时的时阵，问彼得讲，啊，你若有3摆有问我？颠倒咱的主，咱若照路加福音书22章31节的记载。当时咱的主甲门徒讲，特别甲彼得讲，31节，路加福音22章31节，咱的主甲门徒讲：西门啊，西门啊，你看，你撒旦爱要得到恁，爱分恁，亲像分糜仔。但是我有替恁祈祷，互你的信无失落。这煞重点，你归正了后。着坚固你的兄弟，这是路加福音22章31节到32节的记载。
若和合本的圣经是，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到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从耶稣先讲出来，耶稣毋是要互人失去信仰，耶稣先讲起来，是互咱会当掠牢信仰，互咱家己可能是迄个刺激，也是讲现主时，安尼逐个拢无好诶时阵，咱家己爱先坚固起来，爱甲主好好起来，掠牢信仰，接续落来，着坚固你诶兄弟。毋是讲接续落来，或者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无啦。咱的主一只甲彼得讲，你归正了后，着坚固你的兄弟。所以基督徒一只互相和好，甲上帝和好，你家己归正以后，心神定着以后，家己爱回神，回头会当坚固你的兄弟，无得到彼此失去信仰。失去信心，安尼真正就是，若安尼做，大家就扣活来，信仰就烧落起来。若无安尼做，大家规正了后，煞随人去行随人，安尼信仰永远无法度扣活起来。所以综合今仔日的经文来看，大笔即个王，咱会当讲，大笔伊真正是一个合主心意的人，因为伊讲话上帝拢有听。总是大笔即个人，伊永远拢咧轮回，就是伊的一生常常咧犯罪，犯罪以后，佮随甲上帝求赦免，上帝嘛甲赦免，接续落来咧，伊归正了后，伊嘛无去经过别人的信仰啊，伊家己嘛是去走去犯罪，就一直安尼不断犯罪，求赦免，得到赦免，佮再犯罪的轮回内底，伊结束伊的一生。但是咱若敢真明显看起来，一个一直咧轮回的人，伊将伊的即个大笔，伊将伊的一生，虽然伊常常咧做毋对，伊咧反映咱人啊吼，咱有当时嘛安尼，但是伊将伊的一生交托互上帝，而且伊的一生是忠诚信奉耶和华上帝的人。总是咱是现代基督徒，可能大家迄个时阵，因圣经无捡几本通去看。拢是咱现代基督徒，咱较幸福的一点，就是因为咱有几本的圣经通看，咱毋免阁亲像大笔较早共款，踮咧轮回，踮逐个时做毋对，求上帝赦免，搁再去做毋对。今仔日个圣经经文段，你甲咱讲，基督徒会当思考，因为咱的上帝会体会，所以伫即个中间，咱会当求着行着一条甲上帝搁好，甲上帝和好，嘛当甲咱和好，甲咱的兄弟。甲咱的工作，甲咱的事业，甚至甲咱肉体互相和好的一条救恩的道路。即条道路，咱若行在以后，就亲像耶稣基督甲彼得讲的：你若归正了后，着坚固你的兄弟。安尼不止咱家己甲上帝和好，甲上帝信仰有掠牢，咱嘛当坚固咱的兄弟，咱的姊妹。逐人信仰徛条，归正了后，佮继续甲厝里的人，也是咱亲人，也是咱边仔的人，甲大家拢做伙掠条，是上帝的平安内底。今仔日我就一只安尼甲大家分享，咱三甲做伙来祈祷。至尊至圣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的看顾甲带领，我感谢你。你是一个会体会、会后悔的神，所以阮伫即个中间，阮行着一条救恩、救赎的路，阮有一条活路，因为阮知影你有疼，毋才会后悔。所以也一只求主耶稣基督，愿你疼台湾，因为你的疼，阮今仔日。不止今仔日，阮几来以前就开始感受到，阮欠水的时，你想赐阮水；阮欠疫苗的时阵，阮通过基督徒的祈祷，阮外国的朋友开始来斗相共阮。
接续落来，阮有啥物好通好欠缺？可能有阮逐人的欠缺无共款，可能现主时上班的兄弟，逐人压力真大，因为一厝上班无比去公司上班较好。可能阮嘛较年老的兄弟，肉体欠安，当时阮知影，阮行伫即个中间上帝的疼，上帝的体会内底，阮行出一条新的道路，就是阮伫即个中间，虽然阮现主时问题无法度解决，但是阮会当抓着耶稣基督，抓着即个救赎阮的主。可能接续落来年纪，也愿主耶稣基督施行你的护理，一肉体欠安的人的身上，由于享受智慧，压力大的人，能好排解因的压力。啊嘛愿主保守，逐人家庭内底，即摆细囝也是孙仔，拢伫厝内咧学习，可能学习完会较长的时间使用平板、手机啊，若你算电动的时，也通纠正因的心，毋通过度使用来保护目睭。因为阮知影，这一切拢有主你的护理，有主你的疼你运行，所以阮一只安尼好胆，甲期待上帝你支持。同时接续落来，阮家己照顾袂着，祈祷无着，也只有拜托耶和华上帝照顾带领。阮一只安尼祈祷献上，一切拢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的讲道甲勉励，好叫咱来唱圣诗，来应答上帝话。唱圣诗176首，上帝将五福报主有人知，圣诗176首。
小会议决9月暂定伫6月20要开互实体礼拜。即礼拜日甲下礼拜日两个主日拢维持即个线顶的礼拜。就是每日来到请兄弟兄弟姊妹做上下班爱会记早互伊无线，小心脚步，避免跌倒受伤。第三，兄弟姊妹周间外出，买菜来坐公车，爱比好这护照随身扎一个笔，方便家己来填写这实联制的表格第三、第四，兄弟姊妹仔摕慢性病的药物长期处方间伫这疫情期间会使到厝的附近的药房去摕药会使第五，请兄弟姊妹为着教会，为着救老之事，兄弟姊妹来代祷，有重要代志会使接联络牧师。咱即摆来读本周的经句，用台语来读。大笔伫遐甲摇花比做团，献小者甲社温者，安尼摇花听因为地方所求的，分裂伫世界中就煞。3年比下半第24章25节。咱即马来公道公道时间，代志是足侪大家为着咱即个武汉肺炎COVID-19的大家咧第3季警戒咧厝心情来祈祷嘛为着咱教会身体健康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为着即摆咧疫情内底受难的病痛病痛的，有人死亡的来为着因的家属来祈祷。咱即摆用这个时间来公祷。感谢你，上煞咱请牧师来为咱祝祷。Amen.
耶稣基督的恩典、慈悲上帝的疼痛，以及心灵的相通，对即时甲因离地，会到永世大无尽。